后来这个林北好友的班主林如虹，互人甲恐吓，结果竟然是自导自演，是林如虹拜托伊好朋友柯铁斌甲恐吓的。柯铁斌是啥物人呢？台大法律系毕业，即摆是国民党政策会员工。听讲，佮负责处理主席朱立伦真情的信箱。过去是婚姻馆长张丽仙头牌的小编，担任着网络的操盘手。张丽仙讲，柯铁斌是正直善良的囡仔，对伊的工作态度嘛真肯定。但是最近这2年外来，伊的代志，张丽仙讲，伊无了解，嘛无权过问。泽平他不是一个坏孩子啊，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孩子哈。那对于他本身的一个工作的态度，其实我们也是肯定的啦。婚姻馆长张丽仙声声句句讲到家己过去的手下是一个真乖的囡仔，只是无人想到过去团队重要的网络操盘手，竟然真做家己扮家己演的主角。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，而且也愿意跟朋友一起来承担工作的人哈。所以在公务的工作上面，他是尽心尽力的。那至于这2年多来哈，他的事情我们真的也不了解，也无权过问。伊是国民党党工柯铁斌和未中业林北好友的班主林如虹联手，发布恐吓文章给对方。台大法律系真高甲人济，受到党内照顾。过去若是张丽仙网络团队真重要成员，或者伫咧面册铺文记录张丽仙的工课日常，嘛捌担任张家军选立委时发言前，团组甲捌过手处理主席朱立伦的定金会。国民党是无相亲，啊那帮红四菜鸟普文证实，柯铁斌即马伫咧国民党中央政治会做，或者社军平台工会，大个月薪水3万块。请乡亲们一定要看清楚，这就是奥布，大家一定不要相信。过去的言论，即马听起来淡薄倒口，不过伫咧 PTT 顶的号码，即马马上吹出来，真侪留言攻击民进党，亲像口说清德白山官，甲台湾变作是乌克兰，都有机会去北疆。不晓得为什么有人就是要这样让台湾唯恐天下不乱，然后持续的制造这些纷争。我觉得这样对台湾对他自己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。如今恐吓案件，互大家拢料想袂到，就是会无人知影，即么颠倒风压起来禁见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